好多咱的宽县长都有讲，今日是教会教育的纪念主日，所以今日的经课表摆的经文刚好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，上尾到第4章的头前5节。这段经文是咱基督徒做识的经文，对无？无识哦，应该是做识的啦吼。讲到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段话吼。第4章一开始讲到保罗劝勉提摩太，该安怎？爱专务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我安尼念起来，安尼大家有印象无？有印象吼？好，先做预告，我等一个解说，会甲咱进前的了解完全无共款吼。所以大家真少听好无？无咱要插我。嘿，爱真少听，因为吼，我昨日去教着我的姊，所以即马变大姊。讲话变大姊吼，讲袂清楚。好啦，其实是我台语无好啦吼。你爱真少听吼。好，一开始讲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。好，什么意思吼？那个末世是啥物意思？伊本来意思就是啥物话？本风。好，伊讲圣经话是上帝那本风。我若讲到本风，你去想到啥物代志？上帝本风，你去想到啥物场景？什么？想到创世纪，上帝在创造人的时阵，伊对人的评价啊本风，所以人就成做有生命的活人，是不是？你得去思考、想象这个样子啊。上帝本风，吼，这个话是真正是对伊来的，是有气力的、有能力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咱会去问讲，所以上帝的启示是啥物意思啊？上帝的启示，说这本拢是上帝的话哦，会唔对袂？拢无人要插我，会唔对袂啦？会不会有错？会不会有错？都没有把握，会不会有错？当然会有错啦。陈牧师这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默示，是安那会有错？翻译的，哇，很好，翻译的。那原来那一本呢？人写的，抄唔对，恁是上甲恁改的，各位兄弟，好多咱在讲出来的可能性，拢是存在的。不过吼，我今日无爱解说介一神学的概念，什么圣经无误论，我无爱讲这个，我刚才要讲一句话，各位兄弟，这本圣经准讲有人的错误伫内面，你要相信上帝有缘会当使用这本圣经，互你得到利益袂？相信吧。的圣公人的理解、抄写、翻译的过程，会有一寡唔对。你相不相信上帝还是可以使用这本圣经，互你得到利益？相信吧。所以咱真正唔免去计较，哇，规本圣经拢袂使安那，有一拄拄唔对去吼。我相信我的上帝，上帝唔对的所在咧教示咱啊，何况是伊家己的话。所以那个卡尔巴特神学家，他应该是瑞士的吧？卡尔巴特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，咱的讲法是圣经拢是上帝的话，对无？伊讲。圣经是人对
上帝的话的理解。什么意思？伊讲圣经是人对上帝的话的理解啊。我较介意这句，上帝的话是绝对袂唔对的，啊，毋过人的理解咧，会有迄个走前去袂？会袂？吼，所以咱伫上帝话面头前，大家谦卑，啊，毋通认为咱的理解是绝对的，吼。你毋通世界去外口讲。阮陈牧师讲圣经毋是上帝的话，我就害啊，毋是这个意思啦吼。我举一个例，阮老师彭国伟老师，圣经公会的学者，伊咧讲一个例，伊讲吼，因在翻译圣经的时阵，有一届为一个海岛上面的原住民翻译他们的圣经，在翻那个时阵出了一个问题。每次要翻那个羊啊、木架，因着介困难，因为迄个岛顶面无羊啊，干那猪啊。他们要翻羊怎么办？他照圣经的话翻成羊，遐人看有看无？知影什么意思无？唔知啊，所以他们只好翻成猪。所以变成牧猪人，亚索是牧猪人，他不是开玩笑，伊讲这个例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各位兄弟，绝对圣经是上帝的启示，啊，毋过遐人得到上帝的启示时阵，伊要用伊迄个时代的话讲出来，对无？伊要用伊迄个时代的文化讲出来，是毋是？所以迄个时代人会当了解。对无？咱这个时代人看迄个时代的话，敢会了解？无拄多好啊，不见得啊。保罗用伊迄个时代的话，用迄个时代文化，伊所传达出来上帝的启示。咱即马21世纪的人，绝对袂当去遵照伊的字面的意义去理解。咱大家最用心去抓到伊迄个字面的意义背后的精神，咱较有法度真正去感受到迄个本风啊！各位兄弟，伊是安要用迄本风？上帝本风，圣经的话是上帝的本风。上帝的本风，你敢真正抓到会当很精确？有法度无？本风呢？所以，受到启示的人，伊会当了解，他能够理解。毋过，伊有关，敢若会当用伊的时代、伊的文化、伊的语言、伊的文字，甲安怎，甲表达出来。咱就爱来理解这个伊的表达背后的意义甲精神，用咱即马现代的话，搁甲讲出来。举一个例，保罗讲伫聚会中，查某人戴安娜，妇人人戴安娜，蒙头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看到中东很多，虽然不是伊斯兰教，他们也要干嘛？蒙头巾哈。不过这个字原文不是蒙头的意思哦，这个字的原文是束，爱绑起来啦，爱绑起来。然后，而且呢，妇人人大家闭嘴，爱点点，爱静静，唔通讲话。你若有唔捌的所在，转去问恁翁。看下这是圣经下来，这是保罗下来，是不是上帝的本风？是不是啦？是不是啦？是吧？你看，只有那个凭人点头点最用力哈。这哪上帝的本风圣经的话，上帝的指示，各位兄弟，各位这，你拢开无蒙头？你今麦开了没有蒙头？你说我们20世纪不蒙头啊？这上帝话呢？
这保罗的教导呢，而且他还说，女人要点点闭嘴，一味的沉静，袂使讲话，袂使尬死查甫人。哦，这个真好啊！没有，哎，那我们现在多的是让你姐妹在教导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都不遵守圣经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啦？不是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时代是这样子啊，不然要怎么转成这个时代？这个时代的女人有变吗？好，这个时代相反，查甫人爱静静。各位想这，芊芊有讲到一个重点，不过要安怎解说？咱爱理解伫迄个时代，保罗迄个时代，其实不只是那个时代，犹太人至少到18世纪，拢无爱互因的查某囡仔受教育。知不？女人是不读书的啦，真好啊！哎，袂使受教育，啊，敢有法度教圣经？你无受教育，你唔捌上帝的话，你袂晓看上帝的话，你唔知影上帝的话，你敢会当伫聚会时阵徛起来讲道？不行啊！所以重点，保罗他不是在歧视性别。保罗在歧视什么？保罗在歧视什么？保罗慢慢讲歧视啦。保罗不是认为妇人袂使讲道，伊是认为什么款的人袂使讲道？伊唔捌字、无读圣经的人，伊袂使讲道。啊，不过伫保罗的时代，不识字就等于是什么人？女人。所以他用女人讲，咱若无法度去了解他背后的精神，强要放伫咱的时代，就会出问题啊！好，所以上帝圣经拢是上帝分封启示，无唔对，可是绝对唔是以字面的意义，唔是以字面的意义。好，所以他说。哇，这个是上帝的默示，要拿来干什么？教训、责备，互人改过。最后一句，教导人学义。这个义的原文是英文的 righteousness， 就是正义。我相信在讲的是上帝的正义。上帝认为对的事情，伊讲这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心意，要摕来教世人更正咱做唔对的代志，啊去学习上帝的公义，学习上帝的正义。重要的所在伫遮哈，注意看咧，各位兄弟，伊讲要服侍上帝的人得到完全，平平。行所有的好事，属上帝人要让属上帝人得到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啊，你莫给他理解是善事，你就把它想成是好事，好的代志。好，这个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跟咱台语的翻译同款，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。那台语是翻译做要服侍上帝的人得到完全的预备。去行好事，不太一样的意思吧？好 ，equipped 就是装备完全，就是受好造就跟训练，要来行好事。各位兄弟，哪位头前一路读落来，爱有一个理解呢？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位头前你一路读来，煞唔知安怎讲？伊讲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启示，要创啥？要教示，要更正，要互人学习上帝的公义。来，目的是啥物货？
要互属上帝的人安那？行什么会？好事。所以基督徒，上帝的目的还是要我们什么？行好事，读圣经，认捌上帝的话，目的是行好事，目的不是得救，目的不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，让我很懂圣经，让我脸发光，互我金光强强滚，不是，是要互咱安那行好事。重点是要互咱行好事。所以无论咱安怎理解圣经，咱什么程度会遵守圣经的话，到尾，干那要看咱是毋是安那行好事，这是重点啊！毋是亲像咱即摆基督徒四界你问讲，啊，你得救了没？你洗礼了没？你会不会上天堂？这都毋是伊重点的所在，重点伊是要叫你安那，都毋敢讲是无？行好事，好进入第4章。未进入，我再问一个问题哈，他带一路读落来，这个上帝话是要用来教导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全世界的人是毋是？毋是呢，伊有讲要互属伫上帝的人，会当有好的装备、便便来行逐项的好事，是毋是？毋是要去叫你去教示佛教徒，毋是要叫你去教示其他宗教的人呢？要教导谁？基督徒谁？基督徒是谁啦？不是基督徒的举手一下。安这样都是，因为我知道问你是基督徒的举手，没有人要举手。呵，搞清楚对象很重要。进入第4章，保罗直接讲：我伫上帝面头前，甲耶稣面头前，要用上帝国的观点，要甲你讲一件重要的代志。这是我的翻译他前面讲那么多，怕大家看错了。介简单的意思就是讲，我伫上帝甲耶稣基督面头前，我要用上帝国的观点，要甲恁要求一件代志。提摩太，第一什么代志？等一下，伊是要求什么人？各位兄弟，这话对谁讲的啦？对全部的基督徒讲，还是对提摩太？伫迄个时代看起来是一个牧师。提摩太吧，你也毋是，你看这张批一开始，保罗讲我写批，互谁？互你，甲罗马书无共款。伫罗马书保罗是讲我写批，写伫罗马的啥物会？基督徒迄个全部啊！我即摆是要写互你提摩太，这本就算讲这张批会伫公众内面读互大家听，毋过对象有限是啥物人？提摩太。好，所以伊叫提摩太做啥物代志？伊讲你爱专务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啥物意思叫做得时不得时 ？In season or out of season， 就是正食啥物水果上得时？各位兄弟，鱼啊！我咧讲水果，你讲鱼啊？哈？鱼啊！我听做鱼啊！正食鱼啊就是柿子，柿子最得时，干嘛呢？10月得时，你知影得时不得时的意思吧？你真若食西瓜咧，无得时，毋过台湾怪，台湾四季拢有西瓜，迄毋知安怎种的就是讲，你无得时就是怎么样？不得时的是不合适的时间，或是不合适的机会。毋过保罗是讲提摩太啊，不管你得时不得时，你拢爱安那传
传讲上帝的话，吼，就是我提摩太，你不管下面的人是欢喜，还是安那，悲伤，是介意还是安那，讨厌你，不管什么情形，你拢爱坚持。专务，我们翻成专心不对，好是 persistence， 要坚持啊那传讲传道，好，传道的内容，伊讲来教训责备警戒劝勉，甲头前写的有共款无？就是讲圣经的吼，拢共款对无？好，再停一下，各位兄弟。保罗爱提摩太去教训、责备、警戒、劝勉，对象是啥物人？对象是谁啦？基督徒啦，是啥物货？是属上帝的人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来，我们再综合一下，你爱。坚持传讲上帝的话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对象是啥物人？啥物牧师？上帝的人啦，是讲你真做牧师的人，你爱传讲上帝的话，无论安那得时不得时，传讲互啥物人听？基督徒。各位兄弟，这是我的解说。跟你们以前听的一不一样？一样，乱讲。以前不是这样讲吧？平人一样吗？不记得了。因为拢一般的理解是讲，基督徒爱去传福音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对无？所以你若坐计程车，你大家上传福音，甲阮讲传福音，吼。啊，你若去加他们，要甲上传福音。哈，看你好大胆无？你甲团，伊甲你加落，吼啊！你去饭厅食饭，啊，甲送团福音，甲什么头家？你啊拄着头家，甲 waiter waitress 团福音对不？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吧？以前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，不对，各位兄弟，这段经文上少伊的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伊意思是讲，你真做一个牧师，你传福音的人。你的对象是啥物人？是属于上帝的人。你要对属于上帝的人讲上帝的话，伊毋才听有。恁各位兄弟，恁敢捌对非基督徒讲圣经？恁捌无？听有无？听有较奇怪。听有就是表示你讲的毋是圣经的话啦。你讲其他歪歪奇奇怪怪的话。就是下面的那一些伊讲的，伊讲啥？伊讲吼，伊讲因为时日要到，人要听，人无要永远端正的教示，耳孔会痒，爱听侪侪先师照家己的需要，搁越头毋听真理。伊要听啥物话？伊要听信耶稣就袂破病，伊要听信耶稣会安那？大趁钱带水某嫁因兜翁。大间厝驶水车，伊要听这嘛？啊，毋过福音毋是这款的内容啊，福音不是在讲这个啊。好，所以咱爱知影，伊讲啊，爱传道，爱传讲福音。好，上尾其实吼，上尾伊讲着一句话，讲你着爱。我无写出来吼，伊上尾是讲第4章的第5节，独独你凡事的职责，忍受甘苦，惊传福音者的工来尽力的积分。好，你要去完成，你要去实践你一个传福音者的工作。各位兄弟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传福音者吗 ？Evangelist。传福音者就是
去传播好消息的人的工课。像你爱坚持，爱真做一个去传播好消息的人的工课。各位兄弟，我之前捌甲大家分享过，好消息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啦，我是要讲福音是什么意思啦？福音是什么意思？好消息。啊，我若要甲恁讲一个好消息，各位兄弟，是我认为是好消息，还是我知影你听咧，你会认为是好消息？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个好消息，这个消息对恁来讲是好消息，还是对我来讲是好消息？哈啦，对上啦，对恁吧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表示这个消息，您听起来是好消息嘛？所以我们都搞错了，基督徒，你老是跑去跟非基督徒干什么？讲好消息，不对啦！你跟非基督徒讲好消息，他听起来会不会是好消息？会不会？各位兄弟，你若是非基督徒，我跟你讲，既然有人要跟对耶稣，大家看无家己。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，这敢是好消息？哈，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去死啦。哦，你若要跟对耶稣，就要去死。倒一个听到是感觉好消息？按这个只有基督徒听了才会被提醒。哦，上帝要叫我安尼行，啊，这个是好消息，是吧？所以今日基本所有讲的传讲。今日的经文所有讲到的传讲对象拢什么人？都是基督徒了。他说：“嗨呀，惨嘛！那对象如果改成非基督徒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不能讲啊，不是跟他们用讲的，要怎么办？一开始有讲到无？基督徒，你读上帝的话，到尾啊，上帝目的是要叫你平平。”行所有的什么会好事啊！各位基督徒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面对非基督徒，你无任何其他的做法，你就是对伊行好事，干那安尼尔。求你，甲恁拜托，求你唔通对非基督徒传讲上帝的话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要不是。要么就是他听不懂，要么就是你讲错了。我常常对以前常对非基督徒传讲上帝的话，拢做痛苦，因为我若讲对的，一定听唔到；我若讲唔对的，一定听得到。啊，到底要安怎讲？家在转来看圣经，根本无要求你安尼做。圣经要求的是基督徒。咱得活出迄个好的款式，咱得准备好家己去行好事。咱要用这款的方法传福音给其他的人。所以不要再叫我跟我的理发师传福音了。可是你可以对他怎么样？好一点。好，你就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就是对因较好的。就是安尼那尔。你看耶稣、保罗所有的使徒，因拢是敢若对犹太人传福音。你讲，保罗是外邦人的基督徒的使徒呢？咱爱分别清楚，遐外邦人拢是已经入犹太教，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。你说你怎么确定？我可以确定，为什么？你想一个问题：伫使徒行传内面，保罗因若去一个所在。传福音，都有犹太人会去安那？去周记对不？去捣乱对不对？为什么犹太人要去捣乱？保罗如果传福音给外邦人，给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，犹太人会不会去捣乱？会不会？你想一下嘛，犹太人才不管外邦人信谁嘞，是不是？所以犹太人会去捣乱，我会变故意去。犹太人会去
交了，表示因知影保罗咧传福音互啥物人？因犹太人，也是已经加入犹太人的外邦人，因较会去交了嘛？是毋是？这毋是我讲的，圣经明明记载，就是保罗刚若要传福音互属上帝的人。啊，毋过台湾基督徒真厉害，硬硬要传福音互非基督徒。我们是比保罗强的，愿